手扬掉无好。金线嘛，他这个也是6/8拍子，因为我发现他的曲子，这个作家、作曲者，伊伫17岁是毕业了后，伊就甲因爸爸共款入去银行就职，所以，但是咱像咱即摆青少年，即个嘛真来支持咱的就是学采访业，所以伊虽然17岁，伊就毕业去银行咧上班，总是伊嘛是用剩下的时间咧服侍主，所以伊有一件，伊就是甲听到穆迪咧布道，那穆迪的话，他就看到他，只跟他寒暄几句话，就邀请他跟他一起来布道，所以伊本来唔愿，总是上帝会旨意真明确，后来伊搭放下所有的名利来跟对主，来服侍主。好我发现他的曲子都是副拍子的，而且都是6/8拍子的比较多。这首头叫我讲，咱的新鲜是有可能的，羊羔十九道顶，吼，但是阁有一首，嘛是真水，可惜咱的古圣诗把它去除。迄条就是同世间沉沦伫黑暗的歹代，吼，所以同世间沉沦伫黑暗的歹代，世间的真光是耶稣。应该我们也都蛮熟的，对，好，所以我只是发现说，他做的曲子通常会是副拍子，好，咱三个准备心来敬拜主，好。请咱备万心来敬拜主，兄弟也是有手机啊，请关起来，也是关静音。
也互我安尼讲，恁着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为我的救恩已经尽，我的公义要显明。人安尼行，世间人安怎持守伊？守安这字无干犯着，禁止家己的手无做歹，迄互人有福气。请咱做伙来吟诗阿罗上帝，献诗第580首，献诗第580首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喙着吟诗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阮向你认罪，阮是何等爱美伫群众中，大个做伙欢庆。下面阮，当阮发现最后的发展毋是照阮所毋望的事，阮着照闪离开。当阮将应该有的原则等伫咧涂骹，跟随群众的脚步，却毋是跟随耶稣脚步的时，主啊，赦免阮！主啊，赦免阮！当阮应该发声的时，阮却时常保持恬恬。当身躯边发生不义的事的时，阮时前徛伫边仔看，阮看见寡妇的困境，当听家长的挣扎，上车人的劳苦，阮听到万分甲毁灭的新闻。虽然阮的目睭看到，耳仔听到，阮承认，阮却啥物拢无做，啥物拢无讲，啥物拢无感受到。但是阮知影，你呼召阮来医治即个世界，互阮为所行的城做见证。当阮跋倒失败的时，
求主扶起阮，搁徛起来。亲爱的主，阮身受힘无，阮来亲近朝见你。阮早前毋捌你，陷落伫罪恶痛苦中，因为天父大怜悯甲恩典，你捌为阮受苦痛，典是一个为阮付出救赎的代价，互阮用信心来祷告，倚靠你，会当互上帝成做义，用心用神来敬拜阿罗，感谢你。阮相信你不只是救赎的主，阁是疼阮的主。阮将一切的挂虑来交托你，求你来带领，引带阮对你来行，过一个丰盛的人生。阮安尼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只是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，安尼讲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缘。因为国、权、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当心来启应文第37篇，启应文第37篇，也就是箴言第23章。我来启，请兄弟来念，咱用交读的方式来启念。我的囝，你的心若有智慧，我的心会真欢喜；你的嘴若讲正直，我的心会真快乐。毋通欺骗歹人，要不时敬畏上主，将来一定有望。你的望袂无去。我的囝，着听，着有智慧，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，着听趁生你的老爸。你的老母老的时，嘛毋通看轻伊，着买真理，毋通卖。嘛着买智慧、教示、甲明理。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。那生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，就互你的爸母欢喜。互生你的老母快乐。我的囝，就将你的心交托我。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。请咱同齐来讲着上帝的话。记得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3节。摩西替伊的丈人缅甸的祭司亚特罗过羊，伊带羊群入旷野的西边，到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上主的使者伫切皮的火焰中对伊显现，伊注意看到切皮无火烧，毋过切皮无烧去。摩西心内想讲：我着活过去看即个奇怪的景象是安怎切皮无烧去。摩西放牧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。他领羊群往旷野的那一边去，到了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。摩西观看，看哪，荆棘在火中焚烧，却没有烧毁。
摩西说：“我要转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？”愿上帝祝福遮领受伊的话，搁照安尼行的人。这是青少年团契要带咱来学罗上帝，因所要引的诗是云散太阳。愿一切水的歌声，先做芳芳的祭，到上帝面前，得到主的欢喜，打感恩。今日要为咱见到的是李启业牧师，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抗压建立的生命。用时间交予牧师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因为我捌主，主召叫我死命的主。我今日开当来伫这个无熟悉的所在，无缘缘的宜兰，伫这甲咱三个做伙敬拜，也三个要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我故乡是高雄，服侍差不多拢伫中南部、平湖甲花莲，这对我是上陌生的所在，迄是对角。总是因我信主，佮得到咱牧师的邀请，互我伫我的生命内底，会当甲咱三个来分享。这个分享毋是夸口，这个分享就是要鼓励。最近我感觉是真危险的人，我是到处点火的人，点出祷告的火，点出圣灵的火。因为咱若大家组织做伙的时，咱会点落去，圣神咧做工，咱就会安那会倒起来。咱若是孤单家己一个时，你是无伴。
你伫无伴的时，当你有风来你吹，你就欢喜。我想这毋是咱真正一个基督徒意爱的人。我相信真正基督徒伫你我的生命，咱有一个期待要领受祝福。可能祝福是异地的祝福，是平安的祝福，啊，是丰盛的祝福，是最咱生命的祝福。总是有时，我要亲自真正甲咱讲起。今日咱所读这段圣经节，伫摩西到伫旷野的所在，伫看过伊的丈人叶忒罗的羊群，总是伊去到一上帝所好的山，看到一个真奇怪的事。刺皮互火烧，却无烧去，这真奇怪。刺皮伫旷野，刺皮是真正哪看去？迄阮较早细汉咧看西部片吼，啊，伊咧讲迄个芳，迄个荒凉，拢是头前安尼风咧吹，啊，那一个草一个安尼飞，啊，是刺皮，那足脆弱的，足紧倒起来。特别你伫真炎热的温度的时，伊自然伊家己烧起来，这是真自然。啊，这是真自然。总是伫真自然的反自然，会感觉奇怪。刺皮互火烧，却无烧去。啊，若奇怪的事，大家闪的，吼，拍个，较袂着穿，吼。啊，奇怪嘛，反常嘛，就是一定毋通去妄。对咱讲，迄可能毋好。总是摩西，我想伫个生命，伊迄阵80岁啊，迄伫旷野的所在，旷野大沙坡，有时咱行袂落的时。伊伫咧个样是，伊是失志的人。伊走去讲，是失志的人，是倒闪的人。总是看这个奇怪的事，伊一个好奇讲，伫上帝山有奇怪事，伊就要走进去看。刺皮为什么互火烧，却无烧去？然后因为伊受困日子，伫生命内底，伊看见奇怪的事，看见违反自然的事，伊受困日子，才领受着一个使命。80岁领受着一个使命。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埃及是受苦的地，要进入到上帝伫迄个老年甲老灭的地。上帝要使用一个80岁，毋是要使用伊，乃是摩西甲要伊愿意。一个愿意的人，上帝开咱是甲愿意的人送到地底，要改变你以后的头前会做一寡的生命。这是摩西伊愿意，最后伊愿意是上帝开咱甲伊送到地底。你个愿意无限你的年岁，伫你生命，你若愿意今日坐到伫遮，检查你会当去祷告有福求。总是你今日无去祷告有福求，你今日来遮祷告有福求，哈！来上帝先祷告，这是你的选择，是你的愿意，是你的渴慕，是你的期待，会当得到上帝祝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当你的愿意的是上帝话，上帝开咱要甲你三个同在，来要改变伫你头前的生命。改变你头前的生命，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，咱要领受这个愿意，要领受祝福的时，迄是咱有迄个愿意，是无上帝伫遐来。总是咧愿意也面对着挑战。当你愿意要领受祝福的时，是咱的头前要领受祝福，有两种的情景，咱感觉迄确实祝福啊，迄我无爱啦，我要爱祝福。总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的生命你会面对着这。迄个祝福第一个，你无爱，总是迄是祝福，就是迟到、伫咧延迟。迄个延迟讲，我伫艰苦啊，我伫遐延迟的时，你看见马大甲马利亚为着伊的小弟，耶稣路得要死啊，破病得要死啊，伊邀请人去耶稣遐，请伊来看、来关心，是毋是？因会叫人来医治。耶稣若只是来，伊小弟就会好。总是耶稣咧背骨安尼，2天拢无来啦，几啊天拢无来啦，啊过夜迄若气就气死啦！我甲你遮好，耶稣你毋来，死啊，阁无来，抬落去啊，放伫梦里较要来，放伫梦里啊，啊耶稣到。我相信迄个若是马大马利亚，即个迟到对你来讲产生一个无法度原谅耶稣的一项事，是无？我是来。我是你毋来死啊！你毋来大啊吵啊！你较要来啊，袂得才要用啦。咱中有侪的破口，侪会伫咧迄人性，总是上帝要通过这软弱，最后因顺咱主讲来无门拍开的时，吵啊有可能吵啊会面对，才总是伊顺服的时，立雪路对是高啊，迄个高啊的开咱赢过异地的开啦。有时你咧等待时，是你爱，
总是无马上，总是你咧等的是上帝才伫咧的事。反倒当伫这个过程的内底，是咱上界煎熬，是我们生命中最难受的、最无法等待、很容易离开我们信仰的。迄是一个伫咧，咱无爱因为上帝，你要听我祈祷的声嘛，对毋对？总是有时伫这个过程，咱要安怎一只来，咱像我讲，迄个抗疫的经历的时，你要看见上帝将对的话讲，超乎所求所想的。这是一个过程。第二是受苦。咱看见无代无志，你会受苦，去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敢要爱来领？是讲我来成做基督徒，主啊，你让我受苦哦，有无？还讲不，你让我平安啊！你医治我，为什么医治？因为伫破病内底是足艰苦，你医治我，咱无爱受苦，上界孤独，上界无迄个就是约伯无代无志安尼吼，啊，真做一个受苦的人，伊想拢无，有时伫无代无志咧受苦的啉到伫你。总是咧受苦的迄个啉到的是那些破碎伫你的性命。兄弟姊妹，今日你坐伫上帝的圣殿，求上帝要你赶紧开你心灵的目睭，你看见咧受苦时，你目睭才看见。总是求上帝开咱心灵的目睭，伫咧受苦的内底，你要去经历上帝开咱怎样伫迄个中间讲，我是信实的上帝，我是开咱上帝是。和迄个软弱变成最坚强的上帝，你安尼体会着迄个真实的是，当伫这个过程抗疫的内底，我等一下要甲咱讲的是，甲今日下晡要咱讲去，免得这个过程，和你无离开上帝，和你的性命要伫受苦伫恩典的内底，你要再看见你上帝伫遮所做赢过伫你的性命，你去深深的经历。要不就是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到尾伊留落一句话讲：我从前风闻有你。现在亲眼见你，较早是风声的啦，听讲风上帝是安那风声的啦。一摆我亲捌，通过你受苦，伊深深感受着。我想这是一个真危难的事，这是一个伫你我生命特别诚做一个基督徒有平安，总是有时基督徒咱一个受苦啊，和咱信主来讲，啊，你信主嘛是安尼嘛？信主的人会受苦，无信主的人嘛会受苦。是迄个受苦，你怎样来面对？你怎样来讲？你无孤单。咱单单你入的信息，旷野大山坡，我有时行袂落。迄时我心真艰苦，虽然对敌来，敢看轻个天笑。要鼓助我通求求，这首诗歌较要紧，毋是咱人民有噪音无噪音，哈，总是伊上较要紧讲，你伫咧旷野大山坡，人咧笑你，你基督徒也遐落水哦，基督徒也面对即款的情景哦，见笑哦，总是你清楚知影，你伫即个中间通挖去。迄个我靠，你求叫要求主，互我通求叫，求叫就是发出，是嘴咧，是一只发出。我要无命，主啊，我要无命啦！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软弱啦！我这是一个求叫，是一个懊恼。咱下晡搁要讲起个懊恼的开来，要互你伫咧生命要遮来知影遮来，会当得来较济。我相信咱会当对遮来看见，抗疫，其实是上帝应允的。伫咧，的恩典也是苦难，面对苦难的环境，这种叫抗疫。基督徒有抗疫，非基督徒你嘛是抗疫。今日你伫抗疫的时，就是摩西伊真爱，才带以色列百姓来去，总是伊到伫抗疫，上帝好伊的属伊才伫咧40年。我想伫遐中间的是，迄个心情真艰苦。伫咧中间，迄个心情真艰苦，伫遐伫个生命内底咧看见。一年一年哪年老？我想，迄伫迄个心境无容易，基督徒有遮个抗疫，总是咱要遮来看，咱要看见上帝的百姓，咱若做看上帝的百姓，也所重用的，拢迄个抗疫的经验。啊，必然嘛有抗疫的经验的经历。伫5年的时，伊伫遐75岁上帝讲，你爱离开你的本地本族老爸家，去到迦南的所在。但经过这是抗疫。是迄个孤单，是伊家己原本伊会当伫家己故乡真好，是说是伊离开即个抗疫，伊离开即个故乡受好调出来，真正到伫迦南的时，
甚至也是抗也互伊惊吓。只要伊有时父母做大舅的即个失败，为什么？因为无伴嘛，会惊吓嘛，所以我着父母做大舅，互我的性命会当伫遮来维持落去。迄是人的软弱。总是伊软弱的会知伊心根救主诚侪伊保护，诚侪我叫就是通遮来经历着。咱又要赶紧雅各伊嘛有抗压的经验，有家归不得。雅各想要回去家老爸遐老母遐伊啥，无管咱看父母，我莫当照顾伊，总是有家归不得，爱伫外口流浪。咱对圣经像咧知，迄毋是伊爱，迄被逼的。人讲种被旷野啦，哈。被自杀啦，被跳楼啦，哈！迄款无人爱，总是雅各伫生命有一坎站，有家归不得的情景。你想讲，迄个是迄个心内底的背叛纠结。你原来看见约瑟甲无辜，细汉时无代无志去要看伊的兄哥，叫伊老爸说原要去看伊的兄哥，就离开厝，想要到伫埃及。迄个卖到伫埃及迄个过程啊，咧读的是，迄种伊的性命，迄个无法破碎，啊，佮大解梦讲你出去得救我，啊，迄个朋友佮袂相信伊，吼，迄款迄个情景咧等待，迄个中间的心，毋知你无？咱有时会拄着遮，总是经过抗压，伊的心佮主三甲连结的事，迄个心佮主三甲连结的事，是咱真正一个基督徒，别人无，咱有的。迄个信的是，要叫你看见伊伫遐最后做宰相。咱又爱咱看见摩西抗压的经验，或者看无家己，只啊最后上帝要用伊的是80岁啊，我愿意通过伊来成拯救以色列百姓。我想是有一个抗压，迄个真心的经历，迄个抗压是孤单的。虽讲你孤单，总是上帝要帮你做无伴的行事。这是诚侪咱真正一个基督徒，咱咱来亲像可能咱心内知影。有时你真孤单，别人行过真正，你哪像有朋友，你哪亲像无朋友。迄个孤单是上帝要诚侪心宽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这耶稣要用哪？担当罪过甲烦恼，迄是上帝咱讲。我只要表示要担当我罪过甲烦恼，真正哪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讨，对无？你万事拢对伊讨，这是咱才通过这诗歌圣言所写这诗歌激励伫，也加要激励伫咱。咱讲早伫现在伫个将来，因为伫个上帝，今日伫即个中间是上帝要用这话激励伫你。就上帝帮咱遮摩西伊有原咧上帝无放伊，有原最后伫个生命真侪上帝美好功夫。咱又讲大笔上孤单，无代无志，伫遐少年吟诗过样真欢喜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无代无志咧，来搭抹油，啊，搭抹油都会做王，烧落抹油马上做王，啊，代表抹油，就马上成做密室逃脱的高人，才走遐闪，对无？20几年了，伊较真做王，这是足无辜的啦，一个英俊的少年人安尼的事。啊，无来无去，来抹油啦！啊，抹者要做，你看迄个诚做伊爱离开，爱走，爱闪，你看伊生命就伫安尼讲，迄个练啊！我细汉拢去阮，因为我住左营，阮后壁遐有人咧拍拳头卖膏药的，咱较济讲夜市啊。啊，伊咧卖迄个乌药丸，咱讲，好，我这乌药丸吼是安那用童子药，用什款啊练7练8练749圈安那，啊是10鼎练做1鼎，啊1鼎练做一束仔囝摕1粒，你食落去是百道并除。哦，啊，听讲啊，好累累，啊，迄个药丸迄是练甲上界真诶，对无？拄着7年哪坚固，亲像黄金落火炉，啊，咱安尼读啊无你买无啦？你要安尼练无啦？拄着7年哪坚固，亲像黄金落火炉。啊，今摆遐有啥？你买无？你买无？看无啦。总是你面对着啊，有时你无爱，你会面对着，你无爱，总是上帝为着看重你，毋是看去。伊在你练的时刻，亲像黄金落火炉，练出来是99.999就纯真。迄个过程
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爱去共同面对着，代表由原的受苦，咱就开始抗压。伫抗压的时，你看伊生命开始伫遐开始伫遐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保守，上帝人咧对杀伫伊，上帝咧保护伫伊，迄真实伫个生命内底，咱就会当看见什么是抗压。今日看见因有实在抗压，总是咱台湾无抗压。咱台湾是一个宝岛，咱敢有抗压？总是咱无即个外在环境的抗压，咱内心的抗压。咱内心的抗压，什么款是抗压？我来讲，抗压是真孤单的、真荒凉的、真寂寞的，抗压，互你感觉非常的无伴，非常的无气力，非常的无助，非常的啥。你安尼做，你种像心理学来讲的，种叫向下螺旋。迄个抗压，你感觉啊，坐站遮总是哪亲像稻草人，哪亲像行尸走肉的人。别人看你穿真好，总是你家己心内底清楚知影孤单无伴。你所做的，拢拄着猪队友直接对你批判，拢无欣赏伫你，拢苦楚伫你，互你伫迄个生命你拢无被尊重。你做老爸无做老爸的迄个威严，总是你的疼，反倒当受到侪误解。你无伫你的工作的顶面，你安尼尽力做，总是你所得到的，无有迄个中观对你的欣赏。你毋是对着神队友，你都遇到猪队友，你的心会艰苦，你真孤单，是无？这是咱足实在。伫遮你会惊吓，你会悲伤，兼在你会受气，兼在你永远的绝望。火烧高粱啊，火烧高粱就是绝望啊啦。迄高粱吼，高粱拢用网啊砍的，啊伊来烧伊叫无网啊啦，迄叫无网啊。你的生命就无网啊。啊，无梦，咱台湾人上界面对无梦的是安那？见着梦目可红，破甲这大空，想要报无半项，尖山来斗帮忙。咱开向吟者呢？你吟者对你有帮助？你看见你个破甲这大空啦，迄个伤，迄个生命有无？婚姻是安尼，工作是安尼，甚至咱服侍是安尼，互你惊吓，互你毋敢，互你软呢，互你伫遐感觉见笑，互你感觉伫遐足沮丧。人一定拢有这，包括基督徒。包括我做牧师嘛，会面对着这牧师得着忧郁症，有无？有啊。日本一个牧师就是安吼，佫有掠去关啊，对毋对？啊，伊伫迄中间是讲，做牧师hand着这我要见消息啊，事实伊面对这牧师压力有时真多，你要人自我察觉的时候，咱会伫遮会面对着家己自我的伤害。我想即种伫我牧师的中间是咱人的伤感，是有迄个见笑，有迄个惊吓，有迄个悲伤的所在，毋敢互知影。特别阮做牧师的，特别咱做长老的，较会当家丑不可外扬。这毋是咱咧就讲无见证，总是无见证，互咱伫咧中间变无伴，毋敢求救。我甲你牧师，阮做伙伫台视，我有上咧课，安尼讲做安尼，我感觉伫遐，迄个上心理咨商的中间，对我做牧师讲，迄足大的帮助。我若较早学的吼，我就迄落啊，因为我做牧会是有关腰椎的创伤，我若爱学上好，我会较治疗较去，甲会友会感觉会搁真正会当个领受迄个种，总是我无知。到尾，阮做伙上课是，阮较伫遐。开始伫遐知影讲自我察觉，是啦。检查什么是抗压，这就是安尼，是咱心灵的抗压。但，互你毋知要安怎去抗压大沙坡，我有时行袂路。迄是我心神真艰苦，心神是咱内底的灵，心神真艰苦。虽然对直来敢看见去踢笑，但咱踢笑。讲话拢要按平安出来，你也安尼哦，安那样天笑，互咱会感觉安尼来讲，迄
迄个水尾倒去，阮咧看报纸，咱讲个水尾倒去，咱用讲的拢用平康出来一段。迄当咱看见你真正，迄个纠结真正你讲袂出来。迄若讲凝，咱就讲凝视安尼啦。啊，讲凝视安那，佫无药，伊佫验无伤啦。基督徒，咱人安尼是无真艰苦。所以迄若是咱的现况，迄若是咱的现况的事，我也相信。咱要伫遮来看见，通过圣经来记，雅各伊伫伊生命的中间，伊有拄着侪雅各伫伊的生命的内底，伊有拄着一个旷野的经历，总是遮要诚做因真大的帮赞。雅各若无旷野经历，伊要安怎伫比努伊勒遐经历甲上帝遐亲近的事，佫是一个。得胜上帝，因为感染做以色列。我相信约瑟伊若无旷野经历，伊要诚做宰相就困难。特别你中间有破碎伫伊，搁一较认真伫伊，最后较有机会面对伫埃及王，互伊诚做宰相，用宰相帮助伊对伫伊的家族，对以色列百姓继续领受祝福，领受祝福。摩西若无旷野经验，要怎样带以色列百姓，诚做伟大属灵的领袖？事实咱咧讲，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来去，这是教科书啊，人咧写，咱爱知影你来写。总是咱清楚啊，是毋是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来去？确实毋是，是上帝带以色列百姓出来去。啊，恁若学生，恁若老师咧考试的时讲，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？是毋要写上帝哦？写上帝是打叉哦，你要写摩西哦，对不对？总是咱咧清楚啦，摩西愿意诚做上帝去，佮上帝用伊一只来完成出埃及一个，就伊有旷野的经验。咱做咱搁再看，大本若无旷野的经验，伊要怎伫历史的中间等于跋倒，等于建城时，总是伊还搁掠条伫主伫遮来诚做合上帝心意的人，基督徒嘛有跋倒啦。嘛有阮外情嘛，啥总是你中间毋是无望，你那是个要那个定心这个生命重新来塑造，特别是合上帝心命，总是经过旷野的经验。我们看什么是你生命的旷野？咱生命旷野，检查坐伫遮是你我无完全，我做无所有嘛无完全。迄个无完全检查伫我的生命有忧愁、有艰苦、有上帝，我所祈祷的上帝无听我祈祷的声，有啦我做无所有的上帝有听我。无听我祈祷的声啦，因为我若上来讲，上帝啊，我逐时人伊献身互你哦，要去教会，有两种教会，莫叫我去啦，反正我无爱啦。第一种是有幼稚园的啦，第二种就是有要去礼拜堂的啦。吼，足侪咱去礼拜堂去袂咱知离开啊啦，幼稚园的哦，我较早弄幼稚园，教会弄幼稚园，这足艰苦啦。足侪问题是安尼，因为阮爸母咧教会做长，都知影一个便当。食无够，暗时佫叫一个便当，佫来豆花，佫开了还袂暗面，还袂煞。我是为着检查建堂也是为着迄个幼稚园，迄种足侪困难，毋是我通去面对的。总是迄种我通专心，我讲即两种卖啦。总是上帝无听我祈祷的声，好，佮欺骗呢，去拢无呢，无可能就爱安尼。有两早去2间礼拜堂，我有去2间礼拜堂，去拢无要去啊。那叫各位讲爱去，就是。迄种就平湖的花体教会啦，万华中迄个花体教会啦，第二就是过来和美的中华和美教会啦，花体教会去上帝有一个话阮头讲歹去啦，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，4个会友讲要咱去啦，咱若要去迄个万华将军万华爱去中社什么叫花体教会伫遐敢剩5000块啊！嘛去呢，到尾嘛是5000块，起有起来，有起来，毋是这5000块起起来，无安尼啦你甲起，这5000开始用什么起是到尾起起来？你若去看去礼拜堂，4个会友拢比我较老，只要阮早有遮起起来，花体教因早有静心听来，赶紧无可能变成做可能的。你若去伫万华的中迄个中社花材的时候，要一个花材古厝，路边有一个花材鸟，你看，迄是5000块见证开始伫遐来。上帝少拢伫台湾一块砖仔起来，拢变做2块砖仔，因运半是拢破去，一个拢变2。总是上帝伫遐来，迄见证的时候，互我去看见个见证，看见上帝怎有一只正迄个奇妙的事。我无爱，总是上帝互我
经过个旷野时，我去经历到，假说我服侍会做会，才会服侍经历信仰的起造。上帝无听我祈祷，啥总是伫咧我面前足艰苦，迄个过程足艰苦，总是我到要经过，我留落做我性命的见证。看什么是你性命的旷野？旷野有可能是你失去健康，你失去健康，袂当拍拍走。较早是爱，迄个像讲，我少年吼，我这边是用头上2根草，啊马路两边跑的啦，野战部队啦吼，啊搁迄种。班长去干新班出来，体力足好。我真来讲，吼，较早我足够碰风呢，吼，安那走拢无要紧无要紧的，啊，较真老咧，消风去痛风啊，就无效益啊，失去健康无像以前安尼啊，较早碰风安那，我2期的呢，即摆讲你是2期哦，哦，你会知迄2期，啊就碰风甲消风去啊嘛。甲才因为你无失去健康啊嘛，你想要爱你无法度通爱嘛，对毋对？迄个伫咧心神内底真艰苦，你失去健康，失去你个家庭，你个婚姻出了问题。婚姻出问题，毋是非基督徒的，做一基督徒嘛是，做一牧者有可能嘛是婚姻会出了问题。你疼总是你的疼表明了毋对去，你用你的疼总是一种无一定爱疼你，你无法度。譬如讲我到尾我上课时，我知影讲有爱的语言。啊！我爱的语言吼，我用我迄5种爱的语言，用我家己爱的语言吼，啊，一直听阮某，啊，阮某拢无感受到啦。因为爱的语言无共款，他要精心的时刻啦，哈。啊，我是安慰的话啦，吼，我说咱安慰爱精心时刻，所以以后我当7月我知影的时吼，哦，伊若去买物件吼，我陪伊啦，啊，来迄小市集来买吼，100多箍，啊，50、60箍，伊要买，爱好买无？了钱要爱，伊买来就爽快啦。伊爱精心时刻安尼啦，爱感受迄个感觉。啊，我就毋爱了钱买这顿也无，我就会来主动。做时我感觉，哎，你若买一个，唔够贵，哦，挂起来，伊在挂我嘛讲足水呢，前看也美，后看也美呢。哦，啊，偌济钱100多箍尔，伊袂爱足贵的啦，哈，爱挂，啊足欢喜啊，啊定好。迄暗我足好食饭的啦，哦，拢有青草啊啦。我用我家己的听去听是，无对来讲伊是伤害。你若有些爱的语言，5种爱的语言，恁会当伫遐家己做测验看卖。做些家庭婚姻才碰到问题，就是啥，翁伊的爱的语言跟女儿或是太太不一样，总是你真仔在听伊，伊真仔甲你反对，听袂入心啦，你婚姻出了问题啦。你愈听的是，你真正是安尼愈硬啊！感觉你安尼你足无辜，你的婚姻出了问题，你毋知要去经营。敢知你的家庭，你听你的囡仔总是，你会感觉讲，甲因距离愈来愈毋是听，你无听，有做些方法，咱毋知，迄就是伫你的旷野，你感觉真孤单，等来就在那里看电视，去台电视，无节目你嘛在看电视安尼来听。你看去伫迄个内底，讲袂出个吐气，检查是你的心灵，伫你的幸福，检查伫你长时间你无工作经历，讲了SARS即个中间的事，也是 COVID-19的事，检查你逐工公司把它客8点准时出门，5点准时入房中伫外口啰嗦，因为你工作已经被 fire 了。你看迄个神经，你毋敢去面对，跟你经济出压力，检查你真大的困境围绕伫你。检查，迄就是你的旷野，是咱的旷野。检查你的环境，可能你时常咧工作的是受伤啦，人对你的误会啦，人用话带你假啦，误会伫你啦，也是用别人的背叛伫你啦。你听伊，总是一背叛，迄个被背叛的心真是有苦说不出啦。检查你是一个情境，你是想要。人讲啊，我是一个3好加1好几好的人，几好？4好啊！迄4好毋是讲4好，你迄喙齿起来讲4好啦，吼啊4好啦，我著3好加1，啊，都拢袂歹咧，啊，加起来变安尼，加变1啦，加变4好啦，迄个伤害，有无？你捌经历无？我相信活到这年岁拢有啦，还是多还是少啦，莫讲白差啦。
阮做牧师嘛是有嗜好的人，家己自我控告，迄款是我家己的控制啊。今仔日看见，可能你需要照顾身躯边的人，咱已经60、70岁咧，照顾8到10岁的大家大官，也是家己的爸母有无？即阵愈来愈侪啦。你要比照顾，总是你要去照顾你的人，特别伫即个身边照顾人，然后一寡遐会残障啊，啥会足歹照顾，迄真正是最心，你知影无？我定定时啊无，我这要死啊！我定定时啊无，我死了伊无人照顾。你看迄款的责任，迄无奈，基督徒嘛是有呢。然后这家庭对，迄是咱咧抗议啊！你也无来咧抗议的中间的事，总是我人讲起，这是立刻你失去你所听的。我无想就是人讲，伊一生得救，就叫我家做伙死啦。我要死个，啊！佮求我家做伙死，安尼我两个做伙啦。我若生死，伊毋知要安怎，伊若生死，佮惊我娶啦。我会娶，我女儿若检查，我会娶着。老人检会娶着，啊伊会贪心啊，就讲啊，无咱做伙死啦。啊，佮随我嘛感觉讲，我来做伙死较好。有困难无？我一生拄着两个年长的做伙死。做伙做个别色的，上帝祝福，迄嘛是我的祈祷，毋知上帝要爱成就无嘛？做伙死毋是轰动的死，毋是希望会当安葬死啦，毋是迄款安尼的啦，会当真正。我看就是两个，一个年长，一个是太太伫厝，先生伫迄种迄个安阳个前后1点钟过身去。我顶个月才去参加着一个个别色，一个先生出去车弄着。90几岁时，我去探访伊的太太，伊太太我知真忧愁。总忧愁的是，伊是一个老兵听幼母，啊，即个幼母足有自卑感。总是我知影，内底咱来吟诗，哦，伊就吟诗就开啦。咱来祈祷，特别你为无事祈祷，伊就做开啦。啊，不能是用软个啦。啊，迄种伊知生死死的时，伊足艰苦，啊，后来上帝伫一礼拜调伊，到做伙去做个别事啊。迄是真水的，总是有时咱失去亲人，迄个疼。我还未失去遮，总是失去爸母有啦。我妈妈霎时迄间拜二头我讲，哦，伊出去做个身躯做，我妈妈做身躯做到探访，去病院无事互咧探访，伊健保卡毋捌用啊，已经要80岁啊。拜三、拜二敲电话头我叫我讲伊喙齿做了足好啊。拜三会载阮哥哥头讲妈妈过身去啊，较有可能。啊，就真正是安尼，上帝遮接伊去。上帝讲，我天父啊，你互我死时阵，你接阮阿娘去，安尼小啥？上帝遮接伊去。哎，身躯作用的是，迄个刹那我是真艰苦，总是我知伊去上帝遐。迄个总是若讲死某，咱讲死去迄个淡薄，迄个内在的受伤是真大的。你是你所爱的人，那种你的孤单，真让人陪伴你。来往上帝为旁边，这是你的旷野，你喜欢吗？你享受旷野吗？我想无人爱。总是在你的生命中间，神在你生命中难免会给你旷野，有你的旷野的经历。旷野不是上帝离开你，咱要清楚知，咱要晓得一个基督徒，咱旷野知上，这是一个过程。这是旷野是一个过程，希望真艰苦，希望伫你的生命感觉孤单，总是伫这个旷野时，你爱深深知上帝无帮你做无白囝，上帝要鼓励你，你要选择无？而且咱当咱青年所念的云上太阳，一个上界要紧的动作是哪落？你知影？当你抬头的时候，四面看无路，免啊！哑巴自行看耶稣，四面就是虽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。为什么？仰望，四面受敌，你四面看无路，你插死难飞啦。四面看无路，这环境也是安尼，来左动遐左动，你拢无路，总是真做一个基督徒，你哑巴自行看耶稣，阿妹嘛。哑巴这，所以当你抬起头，云上太阳。你休息过来见面是吗？才你生命真大的鼓励。你今这时是真说，你我生命甲即间，咱生命看无路，
牙目主神看耶稣，主神看就平常时咱都有一只起做咱的信仰的时，你知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就我这个环境我无欠缺，就咱教会祈祷无欠缺。耶和华是牧师的牧者，牧师的关顾阿辉也是无欠缺。耶和华是我家庭的牧者，伫我家庭我甲阮婚姻的经营无欠缺。你当咧宣告啊，迄5万祷到伫遮来啊！恁若无是旷野诗会用心理学来讲的是，那是一个向下螺旋呐、向下螺旋是祷告啦，祷告，伫咧环境祷告，总是你一沉沦到尾安那？好，什么是向下螺旋？什么是你旷野？旷野很容易说，你该想的不想，不该想的想了一大堆啦，有无？该想的无要想，啊无该想的想一大堆，啊我无命，我看命，我心肝咧想，啊我是孤单，我是无安尼，逐个拢安那，嘿，互你向下螺旋，该想的不想，你不该想你想一大堆的时候，你会忧郁啊，会向下螺旋啊。总是伫遮的中间，你伫遮入捌伫主台，我要讲迄个俄勒的时，和你的指数你的向下螺旋，你可以升为向上螺旋。你这个环境的内底，你知影，上帝你是我的起来，你是我的帮衬，你是何？无变成做有的，你是互我的生命是一个伫软弱的中间的时，你是成做我的照伴。当你安尼在仰望的时，你才有5万伫你生命一直起来。你是知影，你是一个骄，四面看无路，牙目注神看耶稣，你的生命上帝免来练你的。下晡我会较深一只，毋是干那讲啊定。下晡是做操练，互你你的喙伫遮来呼求，你会祝福安尼开始。你要领是从按祈祷对你的生命开始，咱要领是着咱下晡着来遮操练，真简单，大家拢会晓的。是你愿意搁一摆用这个时间来领受事半功倍祝福无？伫旷野的时，但是我想要教咱一个撇步，就是来学了赞美。咱大多咧念的诗。叫咱学了，明日只有心可主，艰难中也心可主。虽望我的心真切，心可主就得稳定。咱遐念也免那辛苦，好。咱要安怎对诗歌要安怎学了？但是咱下晡就是要来教咱这个。牛肉就出来了啦，所以要知影牛肉为什么要学了？学了，你的生命内底，吼，你看学了会当伫你的生命中会向上螺旋，吼，赞美，现在你，我爱读吼，伊啊恁读后壁遐啦，用华语来读看卖，你的嘴要宣告出来，吼，我爱互咱的嘴要宣告出来，安尼吼，啊，一赞美。2，赞美帮助我们把眼目从困难转向神。3，赞美挪去我们的自我中心和私欲，看见神美好的心意。4，赞美带来神的同在，建立我们的信心。要赞美，有这是你看，伫学了的时，你若是学了的生命，你要通看见上帝还阁真做咱的日光。你面。日的时，有红无，有影无，有影伫后面。迄个影是你我的苦境，你我的旷野。总是你若学了时，赞美让我看见神的荣耀、能力、智慧和良善，要在你的生命里面，神的光，我仰望神的光，黑暗在后面。我有黑暗，但是我会逐渐趋近光的时候，黑暗就逐渐缩短。你若毋对，你若背着光的时候，迄个影仔会你惊死，比你那个无应该想的遐想遐济，那黑很长啊，惊就惊死啦。所以赞美，咱像学了时，耶和华我坚固照伴，帮赞我搁做关带保护所在，扶持我。你吟这个诗吧，咱遮咱拢爱吟这个诗来吟来啥？帮助你，也我是帮助我的，也我是扶持我的。
在你咧吟的时，你咧看见，你渐渐将你的生命咧仰望伫主，咱上帝这种愿意赏赐予你。祈祷的是一时结合，我心托你上前愿乐，高谈就滚天白面前，将心所爱祈祷无停。我目拄着在的艰难，祈祷的是为得平安。我专心祈祷的是，为何魔鬼甲我三字？你有祈祷无？祈祷无？魔鬼甲咱三字？祈祷会咱专心只看去上帝，伊会讲照亮点。所以你的隐私、你的苦境，你要清楚知影，你伫遐会拄着做者，你是一个上帝要帮助的人。希望你流目屎，日赤西山。愿主你甲我大，阿弥那亲求你无放下我。你通吟嘛，对毋对？希望你车西山的时，你真孤单，你无伴是上帝要甲你做伴，你好求嘛，求你甲我大嘛。你清楚知影上帝手，耶稣的手。扶持我，安稳的迎接，这拢落实伫你的生命，伫你旷野内底，上帝知你甲伊足亲密的一个关系。你可以把你的眼目转向神，不转向你的困难，不转向你的旷野，迄个惊死，你会变成你不该想的，你想很多，该想的你不想。赞美可以让你想你该想的事。耶和华是咱的牧者。咱无欠亏，像是生命山谷也毋惊灾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甲我伫地，甲我同在。这生命，什么叫生命山谷？伫你生命遇到真的这样走不下去，三好甲这甚至婚姻要签字啊，甚至说啊准备好势啊，总是希望一首诗歌去帮助伫你生命山谷毋惊灾害，生命山谷但毋惊灾，生命无。大家嘛惊，做小标迄句讲，因为你甲我三个伫地，用你的求你的管，做实在你的求你的管，安慰我，告诉我，伫我对你的面前要摆些意思，对你是你见笑的中间，你怎样行出个抗压得胜的一个生命，真深的。我的手摆犁田，徛一条都摆犁田，举袂起来，总是我讲主啊，真困难，我努力去做。总是求主你帮助我，互我举手，我一间要学落伫你。所以，我伫咧敬拜呢，我较会坐头前啦，坐头前举手吼。恁有要后壁囡仔看，我要紧人，我就袂用影响啦。我坐后壁，我讲牧师若无举手，我嘛歹势举手啦。长老若无举手，我嘛不大举手啦。举手要学落，我坐头前，我会当像我的监督人举手，才来学落。我尽量举手学落是，到即间我手举起来，我讲，我手举起来，我较想着讲。我来上帝求讨，互我犁田的手，我搁一间要举起的时，我要学落做，所以以后我就举手啦，举手学落啊，是毋是搁拧骹去学落？啊，别人看我牧师较怪怪安尼，怪是恁的啊，我甲上帝中间我咧学落上帝咧，对毋对哈？我就是安尼，你要看见，互我主我伫遮无注意着我家己的中心，我家己的亏难，我家己的软弱。你知影，上帝心意要藏伫咱的生命内底。建立上帝甲咱三个伫地，甲咱三个同在的信心。信心，这个信是人的话。这个人看你安怎定义？这个人看你安怎定义？即摆大家拢咧叫郭老板叫郭爸，对毋对？吼，为什么叫郭爸？因为对有信心，伊的南山咧，就互咱定到迄落伊啊啦，啊是也是讲我帮助你。我帮助你，这是小鸡或小鸡蛋啊！伊的话，伊即个人，即个郭老板的人，伊的话讲在小鸡就爱啊，对无？毋过你清楚知人也有限，你通真肯定即个信心的即个信，即个人是啥物人？是耶稣基督。伫你的生命内底，你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，是咱的朋友，是咱的话，伊的言语，伊的话。要诚侪你的心的坚固信心，所以这个人是要读上帝话要紧有无？
有我的补助要讲去9月4个健康的教育有4个项目啊，得讲这是今日咱的俄勒才是其中一个项目哪定。信心是用上帝的话搁拜下来，用上帝的属性后壁有做者上帝的属性，你来用遐来宣告，会让你的信心要成为向上螺旋。而且是上帝的应允，将在听你祈祷的声是互你的信心哪坚固。总是有时上帝的应允，若是伫咧，若是因伫遐时刻是要训练你的耐心。有着试炼哪坚固，叫你亲像黄金落花路，有时就做拍咱心的目睭，互咱看见上帝为咱所平安的。咱是什么人？咱是伊的百姓，咱是伊的囝儿，咱是伊的儿女。上帝伊听咱，互咱面对遮的事，伊伫遮咱可以心的目睭讲：主啊，我伫这时阵随往旷野，总是你甲我三个同在，我咱行出旷野。阿妹嘛，最后我要用高主明牧师伊即个诗词，伫遮甲咱三个来分享。这是刚刚。感觉的是哪亲像保罗伫感觉内底，感觉失去自由，感觉你要照你的意志底下来做，总是人看为了限制，总是会人限制你的心，无法通限制你的心。伫迄个内底，高准牧师所写的诗集底下所写讲：我求主给我一束鲜花，但他给我一颗又难看又有刺的仙人掌。我求主给我几只美丽的蝴蝶，但他给我许多又丑陋又可怕的西摩高塔。我震惊，我失望，我哀叹，但经历许多的日子，我忽然看见仙人掌盛开了许多鲜艳的花，那些毛毛虫变成美丽的小蝴蝶，飘舞在春风里。上帝的旨意最美。中有一个是高准牧师，伊咧旷野，加到伊咧旷野。遐伊较清楚，伊才知影，伊要爱，伊要求，无一定有得到。一过程内底，得到是伫后面。伊求水的花算是仙人掌，伊求是一个迄个蝴蝶，总是会是西摩高塔。看着西摩高塔，咱拢会直接去加无皮，对无？但是。伊失望，伊心内底有迄个人的人性。对上帝讲，我失望，我惊吓，我怨叹。会当对上帝讲，我这个时阵我失望，我无看，我孤单，我怨叹，为什么我拄着这？埋怨，上爱埋怨的就是大笔啦，大笔伊拢埋怨，所以对上帝埋怨了，伊心内底深深知影，迄是一个土气啊。脱开了是由迄个恶魔上帝遐陪伴日子到的是，毛毛虫变成美丽的蝴蝶，仙人掌开了许多鲜艳的花朵，在你的生命，用赞美让你成为一个止住向下螺旋，变成向上螺旋的主。每日就只有新科主，艰难中也新科主，足困难。总是求上帝咧艰难中，辛苦讲，主啊，你是我的气力，主你是我的伴，我辛苦袂咧，总是我犹原要辛苦伫你。就今这首诗嘛，随往我的心真浅，信靠主就要得稳定。求上帝帮助你，咱当心三个暗头来祈祷。主感谢俄罗你的名字，你告我的这就是你下面大开咱的日，这大开咱就是要伫黑暗变成做光明。要伫死亡变成做告我，要伫绝望跟领受主你的恩望的。主今日你告我去，阮伫遮祈祷呼求，求上帝你伫阮南洋教会，互阮这兰花要亲像太阳一下发出你的香味，伫这个所在。主啊，若这是你的应允，你就使用伫阮南洋教会伫牧师带领的下面，阮兄弟姊妹同工的顶面，阮就要将你这个应允成做祝福伫阮四周围的所在，伫遐发出香味。主啊，求你伫阮的生命中过认真，阮伫遮要有更较侪恶乐的生命，阮恶乐会当仰望伫你。主啊，愿你听阮恳求的声，将这话放伫阮的心灵内底，是要真做一个挂彩子。主，你的话，你的风，你的雨，继续管啊伫阮挂彩子要大站，要互上帝的祝福通过伫阮来祝福阮的社区，祝福阮的国家，祝福咱的国家。
主感谢俄罗你基督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。献诗第574首，献诗第574首，名字只有信靠主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咱犹原徛着，当心用书头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书头圣经有印伫献诗的上头前面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病倒人来受苦。殿是第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世人中复活，上天打坐在全能的上帝的大殿，伊要对了生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过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，请咱配把心。
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，阁有荣光、威严、能力甲德性。今仔伫天顶地的，拢是你所创造。耶和华，国是你的，万物拢对你来。你互人智慧、气力甲性命，手事拢出伫你的手。我的上帝啊，那我感谢你，何到你极大的荣光。我是甚物，竟然为安尼奉献？因为阮是你的面前，是仆人，是寄卡的。阮伫世间的日子，亲像影，无通望长长伫地。耶和华，阮的上帝啊，万物拢对你来，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。请坐。这是咱当心来奉献，请李恩清执事、简秀梅执事。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。听阮的天父，愿知你有讲，愿伫每一天的生活中，阮若甲每一项代志拢交托互你，倚靠你，你就要甲阮伫底。阮若求叫你，你就要应允阮；阮嘛要大张口，你就要充满阮。感谢天父，阮甲即个感恩献上，互教会使用，求主感纳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是功课主耶稣基督圣人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。咱先读台语汉字本，记载伫耶利米书第33章第3节。咱同齐来读。你求我，我就应你；要将你不知伟大奥秘的事指示你。咱搁来读一解。你求我，我就应你；要将你不知伟大奥秘的事指示你。咱接着读和合本。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隐秘的事指示你。耶利米书33章第3节。好，这是来报告，请咱来看周报。报告进前，刚有第一届来咱教会人朋友。
无咱来开始看报告事项第一项。本主日为祷告特会及11奉献主日。好，那感谢李启耀牧师前来证道，代表教会感谢李启耀牧师。那礼拜后有爱餐，那下午1点半接续举行祷告去操练研习会，欢迎兄姐下午1点半的时候一起来操练祷告，成为一名祷告勇士。第二点，下主日为教社奉献主日，那礼拜后会召开主日学教员会，请老师预备心。第三点，27号就本月的27号下午1点半到4点半，在基隆的海洋大学旁主日学会举办亲子海洋活动，那详情请参阅周报或是扫描 QR code。第四点，9月2日礼拜六早上10点，在台南中州教会。本会前牧师陈宇硕牧师公子、陈正仪弟兄与许瑞文姐妹举行结婚礼拜，恭喜。第五点，9月3号礼拜天下午3点，在台中的盘顶教会举行吴希涵牧师的前公子的吴希涵牧师，也就是我们本会的前牧师吴恩琴的前公子的第3任主任牧师，以及连思仪牧师就任的礼拜。那有意愿参加的兄姐，请尽速到办公室登记，我们会准备游览车。那整个报名在27号截止。第六点，2023年的携手爱无限活动已经开跑了。那详情的话，周报都有记载。那请有感动的兄姐跟办公室报名联系，或是直接奉献。好，那接着我们请看肢体消息。第一点，9月2号礼拜六于蓝城精英酒店6楼宴会厅，宜兰县基督联祷会举办第15届宜兰县祈祷早餐会，报名到本月28号为止，欢迎兄姐报名参加，详情也同步在公布栏会有相关的文件。第二点，9月2号礼拜六早上9点到下午3点半。在暨南教会七星中会举行第2次长职培训会，专题什么是教会，什么是宣教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第三点，9月16号在新店的碧潭东岸广场会有陪读路跑的活动，请详情参阅周报。第4点，9月19号礼拜2起，台湾女子神学院会在台北市举办第1学期的生活与灵命课程。欢迎兄姐报名参加，报名相关资讯跟连结也记载在周报。第5点，9月底9月22号到24号，在台中圣爱山庄基督金币营会举办，那欢迎社青参加，相关的资讯在活动的海报也在公布栏已经公告了。第6点，10月初10月3号到5号，在天母的沃田旅店。总会的客家宣教委员会举办2023年全国客家基督徒灵修会，相关的资讯请参阅公布栏。相关的代祷事项，请看本周的代祷函。那牧师有什么要补充吗？兄弟平安。咱搁一届感谢启耀牧师，然后来到咱中间吼。启耀牧师伊是已经算进庭退休的牧师啦吼。我伫咧台中甲伊熟悉，后来嘛捌伫新南医，有甲伊同齐上道课，伫咧听伊咧分享的中间，我感觉讲伊所分享的信息，会通帮助咱所有众兄弟，特别是伫咧即个祈祷的操练部分。所以期待咱所有众兄弟下晡1点半，咱继续来操练即个祈祷的即个训练。有个人讲祈祷无啥，但是就是讲较简单种，有时咱连开喙，咱都无才调开喙。甚至有当时，咱伫咧咱的兄弟中间有人有欠缺，咱无法度为伊来祈祷。即摆来讲到见大家来讲到祈祷，特别食饭祈祷，叫牧师。牧师则变做敢纯食饭的祈祷的作用安尼尔所以迄个咱应该是，尤其是伫礼拜煞，
哦，咱的礼拜有一个真后壁一个真要紧的，就是迄个会后的交易的部分。伫咧会后交易的时阵，咱若是敢讲伫遐分享咱甲伫咧今仔日咱听见牧师的分享以外，你伫咧迄个礼拜，你即一礼拜内面，你所拄到的一寡代志，会用伫遐甲咱的兄弟伫遐分享。分享煞了要创啥？你分享煞，你听到人甲你讲啥物话，你即摆你着爱为伊祈祷啊！哦，咱真侪时阵，咱身上会拄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咱拢会听伫讲某人伊有啥物款的问题，哦咱时常会讲一句话，我们放在祷告当中。有祈祷无？无。哦，但是咱既然咱讲放在祷告当中，咱第一个代志就是啥？就用安尼来，咱即马咱来去边啊！哦，我为你来祈祷。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啊！但是咱敢有真正？你讲你真正，你敢听你的兄弟姊妹？你听到伊的需要，你哪会无为伊祈祷咧？佫是伊马上为伊祈祷，毋是讲即件代志当中佫共交互牧师。祈祷是咱逐家人的权利，嘛是咱上帝赐予咱一个真要紧的权柄。所以期待咱会通伫咧安尼透过即个祈祷，咱哪操练哪祈祷，你就哪有气力，你会去感受到上帝是真正听你的祈祷的上帝。伊毋是干那听伫咧圣经内面遮的人，遮的先知，遮的大笔等等遮的人，因的祈祷的上帝。上帝是听咱每一个人祈祷的上帝。哦，所以咱透过咱下晡咱要安尼佫有一个操练，所以咱伫等的礼拜刷了后，咱有爱餐，吼爱餐刷了后，咱会通有一个交期，嘛，互牧师有一点小可休困的时间，咱点半要开始。所以伫咧线顶的兄弟，恁若今仔日下早头有听到分享，恁若是会使，吼下晡来现场听，吼若讲真正就无法度。咱犹原共款有直播，但是期待咱真正来因为下晡的时间有较济是操练，咱透过咱的迄个操练，你要操练，你伫线顶你要哪甲人操练？所以咱期待咱尽量拢会通来实体来透过咱安尼迄个操练，互咱伫咧迄个祈祷的部分，咱愈祈祷愈有气力。佮咱的迄个祈祷，咱毋是干那注心伫咧咱所困扰的，甲咱捆绑的遮个艰难的代志，咱是要搁较济来操练，咱要安怎透过咱伫遐来献上咱的迄个学乐，将咱迄个上帝伊的迄个属性安怎甲伊讲出来，咱伫迄个中间注心伫咱的主的时阵，咱要看见上帝伊怎设立伊的宝座伫咱的中间，所以求出帮助咱。互咱真正伫咧下晡点半食饭饱毋好食了伤饱，无等下起爱困咱就会通安尼好好来做即个操练的时间。共款搁一只鼓舞咱的兄弟，若有人安尼有意愿要来参加咱的即个主义路举办的亲子海洋活动27号的即个活动，请赶紧来报名。咱村的名额无济。赶紧来报名。过来就是咱迄个9月初3吴锡汉牧师的即个就任请咱若有意愿要去参加的兄弟，请赶紧去办公室来登记。因为这牵涉着游览车的迄个咱即摆已经先有订先一台游览车。如果若报名的人超过，你若确实伫咧27。报名结果咱到时叫无游览车，足费气的。所以若有真正你要参加的人，请咱量早赶紧来办公室来报名，较免造成迄个困扰。同款咱伫咧即个9月初2下拜六的即个精英酒店下个6楼的即个联导会即个咱的咱宜兰县的祈祷早餐会。嘛，请咱兄弟若会使尽量赶紧来报名。以上的补充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仁慈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如此的爱世人，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。你教我们福音总归是一句话：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。因此，
求你使我们的心柔软，对患了疾病的人，对新住民，对许多与我们想法不相同的人，都能够接纳。近来全球北半球被热浪袭击，包含台湾、东亚，甚至是远方的夏威夷，都有许多的灾难。求你赐下怜悯，保守那些为热浪所苦的人们。除了天气的炎热之外，台湾因为选举的因素，整个社会非常的浮躁，有许多的争执，许多的互相攻击，以及许多的指责。求主提醒我们，帮助让我们实践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。我们知道邻舍不可能跟我们有同样的相似的想法或者是观念，但是主仍然对我们说，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，也使我们能够在紧绷的社会情绪中继续实践你对我们的提醒。另外，也为我们教会的团契以及许多长辈的肢体祈求，求主赐给我们信心与平安。也为我们教会未来的建堂意向祷告，求主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，使我们能有同心合一的心。也祝福我们当中近来有确诊过的弟兄姐妹，或者为炎热天气所苦、身体不舒服的弟兄姐妹，使他们没有后遗症与副作用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以真实的信心专心倚靠你，使我们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吟上言献诗第392首，阿罗上帝万福本源。因此说，请牧师来助导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天父上帝，阮搁一家献上满满的感谢，透过阮对主你所领受的话语，主你搁一家来启发阮，也帮助阮，互阮过来的日子，主阮无搁踮伫旷野，想这个无应该想的，咱是要去想遐个主你爱阮所想的，直到阮会通安尼伫遐领受主你所要对阮所讲的，阮就伫咧迄个中间来行主你爱阮所行的，来领受对主你来迄个大能的气力，来领受对主你来丰盛的恩典，甲伊的慈悲怜悯，要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。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，互恁一尽正胜。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无通嫌。了恁的是信息，伊也要正义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听从，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。阿免。会众请坐，列到以后闭会。列到闭会。